咦 ，Ella 又嚟到11月咯喎，你知唔知近期澳門有啲咩重大活動要發生呢？我梗係知啦，澳門有格蘭披戰大賽車啊嘛，不如我哋問下其他人對格蘭披戰大賽車有啲咩了解啦。好啊 Let's go！放咗之後即刻翻屋企睇賽車。放咗可能會即刻去嗰邊睇下情況。我想落場問下啲選手可唔可以俾我體驗一下賽車。快啲攞出手機錄影咯！最想睇應該就係3級方程式，因為都比較出名。GT3，賽車衝線嗰個時候係選手衝線吧，因為當選手衝線嗰陣時咧，大家啲觀眾就會一齊嗌啊，好興奮啊！當然喺屋企睇啊！我會喺屋企嗰度睇。我想喺網上睇。網上睇啊，有機會嘅話，我選擇去現場睇啦，可以喺現場感受到賽車嘅呢個氛圍咯。唔係好清楚。唔知道。雖然我唔知喺邊，但係我想講澳門咯，因為我都希望澳門有呢啲機會可以等，即係呢度啲人可以睇到更多比賽啦。東岸陽跑道，我唔係好清楚。係啦，就係呢位同學所講嘅東望洋街道啦。